来看农委会最近出版一本故事册，叫做《残忍的宝贝》，用囡仔角度来看咱台湾的有机农业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这些生物或是这些植物闪闪发光的，还有包含那个不能痘痘，其实它都是非常的像宝物一样闪闪发亮的。为家小解绘本为什么合作产内底宝贝，大海甲有机相长，用一个囡仔人伫花莲南安部落的观察，林捌有机生态。有机最核心的概念，它其实就是一种开放，怎么样去传达这件事情，我就会觉得你要走到那个生产的地方，然后去探索，就是去感受。绘本透过囡仔人大海行去田园内底探索的过程，发现部落妈妈有机栽种参花、部落经济等等的保存。发起有机农业绘本专案计划，农粮署东区分署表示，台湾东部的有机农业占全台湾4成左右，希望透过绘本，一年年的囡仔嘛通了解有机农业。保种的议题，还有环境生态的议题，那当然落实到我们有机农业食农教育的议题，那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绘本，能够去传达出来。农粮署按算2开始，伫全台举办7场巡回发表会，希望有机农业改进民众的生活，思考台湾有机环境的重要。记者陈柏立台北采访报道。